Elton。hello， 你哋咪 Melo 嘅同學仔啊？係啊，我哋上嚟參觀 office 啊。歡迎晒，歡迎晒。係喎，你做緊啲咩啊？唉，俾老細出緊數。有冇時間？快問快答啊嘛。好，嚟啦，快啦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！第一條，你會想發掘超級明星員工啊，定係提升整體團隊水平呢？提升整體團隊水平。你想做一個永遠準時嘅人，但係永遠諗到 Plan B 嘅人呢？ Plan B，因為我本身已經永遠準時。呢個世界即係太多估唔到嘅嘢，如果有多啲方案咧，永遠都係好事嚟。如果旗下有咁多品牌，你會用邊個嚟形容自己呢？我會揀 Mercedes-Benz，多功能，快又得，慢又得，安全又得。知道 Elton 你喺集團工作咗好耐，一步步打拼，我都想向你學習。你覺得未來10年 Gen Z 最需要培養啲咩關鍵技能呢？我覺得最緊要嘅唔係一啲 hard skills， 我覺得最緊要嘅係一個心理上嘅一啲技能，包括責任心，包括抗壓能力。咁我就會叫佢做咩都當一件事，咩都唔好當一件事。任何嘢做嘅時候咧，都要全力去做。但係做完之後得同唔得呢？又唔好將佢當佢第一件事，即係要心理要放鬆少少，咁咧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強大嘅心臟去繼續去面對未來嘅挑戰。咁喺創新同埋傳承之間，你覺得企業應該點樣喺中間攞到個平衡去達至永續發展呢？呢個問題問得好啊，因為即係如果集團一個接近200年嘅公司，咁幾個方面啦，要諗產品啦，要諗市場啦，但係其實最重要都係人。咁你睇翻個咁大企業，我哋會有好似你哋咁後生嘅啱啱畢業嘅同學，我哋會有好老資格嘅喺集團服務咗30-40年嘅同事，做過唔同崗位嘅，亦都會喺中層咧會有啲唔同嘅喺出邊揾嚟嘅人才啊，或者係唔同行業之間嘅調配，咁有 keep 住有呢個員工嘅活力咧，咁就可以令到呢間公司繼續喺市場競爭入邊咧保持活力。咁保持咧一個競爭力嘅。